西洋菜豬骨湯。首先洗啲西洋菜，浸下佢先，入邊好多曱甴㗎。洗乾淨晒，批同埋切紅蘿蔔。你睇下個紅蘿蔔幾大隻？水滾就可以放啲豬骨入去出水。而家要換水，用啲凍水過一過佢。乾淨晒，而家再開返大火，冚蓋。攞2粒蜜棗同埋10粒南杏，用啲水洗一洗佢。水滾就放入去。紅蘿蔔都可以加入去。水滾就可以扭細火，冚蓋，記得留個罅。跟住煲45分鐘。嘻嘻，食少少榴蓮先。45分鐘過咗就可以扭返大火，跟住放啲西洋菜入去。好悶啊，但唔使驚，佢會縮細啲。加返少少水先。水滾就再扭細火同埋冚蓋，記得留㗎啦。煲15分鐘，加啲杞子，再煲多15分鐘，最撚尾加啲鹽。好，試一試。好正啊！